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，學習單元衣服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衣服、衣服、衣物、衣物、衣着、衣着、時裝、時裝、服裝、服裝、服飾、服飾、校服、校服、運動服、運動服、工作服、工作服、制服、制服、便服、便服、外衣、外衣、毛衣、毛衣、皮帶、皮帶、皮鞋、皮鞋、裙子、裙子、褲子、褲子、襯衣、襯衣、帽子、帽子、眼鏡、眼鏡、雨衣、雨衣、睡衣、睡衣、手套、手套、圍巾、圍巾、圍裙、圍裙、背心、背心、羊毛、羊毛、棉、棉、尺碼、尺碼、款式、款式、圖案、圖案、袖、袖、袋、袋、長、長、短、短、大、大、中、中、小、小、細、細、厚、厚、薄、薄、新、新、舊、舊、柔軟、柔軟、整齊、整齊、
清潔，清潔，骯髒，骯髒，樸素，樸素，舒適，舒適，天氣，天氣，季節，季節，場合，場合，活動，活動，合適，合適，保暖，保暖，御寒，御寒，穿，穿，脫，脫，更換，更換，戴上，戴上，更衣室，更衣室，試身室，試身室，洗衣機，洗衣機，清洗，清洗，洗衣粉，洗衣粉，燙斗，燙斗，洗燙，洗燙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